国乐团哈，中华区国乐团哈，过来表演哈，所以咱这个位置哈，咱比赛来坐哈，咱亲朋好友可以找位置坐下来休息，坐下来休息。好了，我们无说你去胖点去啊，对吧？无说你吼出门都袂记哩啊，所以讲都无说你去。咱中华市公所表扬这个结婚60年周庆的吼，就是钻石婚，结婚60年的吼，结婚60年实无简单吼。我要做伙安尼恩爱60年实无简单。除了健康以外，就是这个爱互相扶持这个家庭，互相体谅，互相照顾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吼。除了这个结婚60年的这个传召婚以外，表扬11对这个白金婚，白金婚就是结婚70年，其中有一对是结婚80年的吼，咱叫相似婚啦吼，这足歹读的好，希望这是会当增成咱青年的模范啦吼，即马少年的吼，中华县一年有8000多对结婚。有2000多对离婚，离婚率相当高，所以这么恩爱的家庭可以当为青年的楷模。坐下来，那我们亲朋好友我们左右两边跟后面都可以有位置坐。那如果椅子已经坐满了，再麻烦各位活动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礼会贵宾。钻石很久远，恩爱有相随。感谢各位长官贵宾的莅临。一个真好的模范，即马足多青年朋友，根据统计，中华每一年大概结婚8300对，离婚的有2600几对，所以这离婚率非常的高。所以当安尼恩恩爱爱、和谐行到一家子60周年，这应讲是真好真好的一个青年朋友的一个典范。这而且足感谢大家安尼会奉献甲付出。